Pokemon 卡。首先3包咧就係5張卡，後面3包咧就係6張卡。而家開第一個，好緊張啊！好緊張。佢而家搣咗一啲卡啦，第一個係呢個，第1張，第2張，第3張，第4張，第5張。冇啦，冇勁啦！呢包係冇勁嘅，呢個超進化嘅，上面有張卡嘅，呢個超進化。第一個係呢個啦，第1張，第2張，第3張，第4張，第5張。哇！都冇勁㗎。而家到劍耳藤，哇！真係冇勁啊！而家係對戰地區。有 shiny 啊！其實唔係 AR 係 CHR，secure 咗之後就係呢個係邊包嚟？呢個係對戰地區嘛？好似呢度。呢個係對戰地區啊！而家係6張卡，呢個係幾多張卡？呢個係6張卡，而家係第2包6張卡 Pokemon Go。邊一包係新出㗎？呢包係 Pokemon Go， 我玩 Pokemon Go 嘅，所以咧，我希望有啲勁嘢。上個 scan 個 QR code 我唔睇，第一張係啲咩？好白鴿。咦？呢個金提。但閃嘅 energy 都 OK 咯，呢張最勁咯。得啦，全區有張個仔。OK，撈咩一包？好快喎！Pokemon 閃。最勁嘅包咧就係對戰地區包，點都好買呢個。買對戰地區，對戰地區最好，因為我中咗一張 CHR， 唔知係啲咩，好似 AI 仲好㗎，都勁啊！拜拜。